當人工智能同數碼娛樂撞埋一齊，個世界會點樣被重新定義？香港聖方濟各大學任伯慈善基金電子計算及信息科學院以應用科學做核心，打造跨領域嘅未來人才。呢度唔單止係學技術嘅殿堂，更加係將創意變成現實嘅實驗場。等方大講師同大家講下呢個課程嘅大綱同埋前景啦。今時今日咧，其實識得 AI 係好吃香嘅。咁因為而家市面真係唔多識 AI 嘅 talent 嘅，咁所以無論你係讀咗人工智能嘅 High Diploma 或者係 degree 咧，其實都唔受揾工嘅。咁我哋 CIS School 入邊咧，其實就有3個嘅 degree 課程同埋2個嘅 High Diploma 課程。咁 degree 課程就包括咗人工智能啦、數碼娛樂科技同埋犯罪及安保科學。如果人工智能學士學位嘅課程咧，學生都會讀到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啦、Machine Learning 啦、Data Sciences 啦，咁同埋咧一堆嘅 Programming 都係需要學嘅。咁如果你對一啲新奇嘅事物啦，或者對而家AI 嘅世界嘅時候，咁你想認識多啲咧，咁 AI 呢個課程亦都係好適合俾你啦。數碼娛樂科技咧就會教大家去點樣學寫遊戲啦，包括係 3D game 啦、2D games 啦，或者係一啲 mobile games 咁樣嘅。咁除此之外咧，亦都會教大家做電腦動畫、特技效果，甚至乎咧會寫網頁。咁如果 3D 嘅話咧，我哋會用 Autodesk Maya 或者係而家好流行嘅 Blender 啦，咁都會用到。咁至於 Game Engine 咧，咁一定唔少得嘅就係 Unity 同埋 Unreal Engine。學咗呢啲 software 之後咧，無論係大公司或者細公司，甚至乎而家個人咧，都會利用到啲軟件咧去製作佢哋自己嘅作品嘅。如果你中意打機啊，中意睇動畫啊，中意畫嘢啊，咁呢個數碼娛樂科技咧係好適合佢哋嘅。犯罪及安保科學咧，其實係一個應用學位嚟嘅，基本上就係利用傳統嘅犯罪學，利用人工智能去分析罪案個案啦，同埋預防罪案嘅發生嘅。傳統嘅犯罪及安保科學咧，咁可能係對付傳統嘅犯罪係有用。今時今日大家都知道用 AI 啦，咁如果你要投身呢一行無論你係做紀律部隊啦、保安嘅職業啦，或者係想自己嘅公司咧都比較穩陣啲嘅咧，犯罪及安保科學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專業知識去應對而家越嚟越多嘅科技犯罪。High Dip 咧就有 AI 同埋 Crime and Security Sciences。咁 AI 嗰個 High Diploma 課程咧，其實係 degree 嘅頭2年嘅內容咯。咁讀完2年之後咧，其實就可以有機會接駁上去第3年嘅 AI 呢個 degree 課程，或者係另外2個 degree 嘅課程。其實我除咗教書之外咧，咁我亦都喺業界嗰度咧做過一段時間啦。咁所以尤其是我哋如果做 animation 啊，或者係 visual effects 嗰啲咧，我通常都會盡量去模擬翻個環境嘅。咁除咗模擬翻個環境啊，或者係將我以往嘅經驗教俾同學之外咧，咁我亦都會請一啲業界嘅朋友啦嚟同同學分享啦，包括可能係一啲做遊戲嘅公司嘅老闆啦，咁亦都有做 motion capture 啦，咁朋友亦都係曾經喺一啲大型嘅利用到 motion capture 做嘅電影咧，咁佢參與過咧，咁亦都有喺度咧嚟同我哋同學分享。咁等同學咧喺畢業之前咧已經有咗呢一方面嘅經驗。咁佢做出嚟嘅 project 咧，亦都會相對咧比較 professional 啲啦。咁同埋將來佢出到嚟嘅時候咧，亦都冇咁驚嘅。我哋 AI 嘅同學咧，其實亦都好犀利啊！咁我見到佢哋有同學畢業嘅作品咧，已經做到咧好似出邊坊間嘅而家嘅一啲 apps 咁樣啊，即係都利用到 AI 去點樣幫你啊，甚至乎去幫你去瘦身啊，幫你去揾嘢食啊。亦都甚至乎咧，佢好似而家出邊我哋成日都講嘅 ChatGPT 啊，咁同學亦都可以自己做到呢一類型嘅 AI 嘅 program 出嚟啦。聖方濟各大學有好多唔同嘅課程，由基礎文憑、高級文憑，甚至係學士或者碩士，同學都可以揀到啱自己嘅課程。由算法設計到虛擬世界構建，由機器學習到沉浸式娛樂開發，我哋培養嘅係帶領下一個科技浪潮嘅實踐者。而家即刻報名，開啟屬於你嘅未來。